要救灾也爱保护消防人员的安全。这环境部推动科技救灾，为了要提升救灾安全，开千外万对美国引进机器狗来斗相共救灾，代替着这搜救人员机器狗具风险的所在。未来也打算要制造咱台湾家己的机器狗，和加强人员的技术训练。 机器狗接到命令，反应真紧，随爬楼梯到2楼灾区。这是环境部为着要提升救灾安全，开千外万对美国买来的头一只机器狗，要运用科技来协助救灾。是现场是什么东西泄漏，或是什么东西发生灾害，我们应变同仁、消防啊、环保，或是我们技术小组，穿着厚重的防护装备。 然后在高风险的情境之下，进到危险区域里面，把这些数字带出来。环境部表示，面对国内的毒气、化学灾难，沙无涨是上大的问题。有的需要降温，有的袂使用水，处理的方式若是唔对，灾情就会进一步扩大。所以环境部才会引进救灾机器狗。 伊会当代替人入去高风险的所在，测温度、甲空气等等，佮配合无人机和机器人斗阵救灾。未来希望北部、中部、南部拢会当至少有一只。尤其这机器犬，它可以比较长时间的在那里做增减传输这个数据，让我们做最好的一个救灾的行动。这一期的计划是114到118嘛。 我们希望这一期里面能够都让它都有，对，先从1只到3只，到未来可能10只。环境部强调，未来也会引进更较侪智慧科技，台湾也会发展家己的救灾机器狗，目标是打造台湾成为东亚地区毒灾应变和技术训练的重要所在。记者陈心彤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